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呢一節嘅天氣報告。我係張佳俊。受到廣闊低壓槽影響，今日廣東沿岸天氣都幾唔穩定下。先同大家睇睇雷達圖，我哋可以見到啦，一啲同廣闊低壓槽相關嘅雷雨區啦，正影響緊廣東沿岸。而珠江口一帶咧，亦都持續有雷雨區發展啦。我哋預計啦，香港廣泛地區啦，都可能會受到大雨影響。咁所以大家出門口嘅時候咧，都記住帶定把遮傍身，同埋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氣消息啦。咁而天色方面啊，海衛星雲圖我哋可以見到啦，一啲同低壓槽相關嘅對流雲團啦，就係覆蓋住廣東沿岸。咁所以我哋預計今日嘅天色咧，都係會以多雲嗰邊為主。咁而有朝頭早6點鐘睇睇各區氣温，普遍都係介乎27、29度左右。咁而至於之後天氣啦，我哋預計啦，受到廣闊低壓槽影響，今明兩日啦，廣東地區咧仍然係會有驟雨同埋雷暴。而我哋預計咧，去到呢個星期嘅中到後期啦，隨住低壓槽有所減弱啦，以至副熱帶高壓脊逐漸覆蓋廣東地區。呢個星期嘅中後期啦，呢區驟雨會減少，而且咧天氣咧會漸轉天晴酷熱。咁至於今日嘅詳細天氣預測啦，會係大致多雲，間中有驟雨同埋有狂風雷暴。雨勢有時頗大，日間最高氣温會上到30度左右，而風方面咧係吹和緩嘅西南風。而至展望方面啊，我哋預計咧聽日初時嘅部分地區雨勢較大，星期三仍然係會有幾陣驟雨，而隨後嘅一兩日咧會漸轉天晴酷熱㗎。咁今次嘅天氣報告啦就講到嚟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再見。